你的一生是誰寫的？你以為你在生活，其實你只是在執行指令。人生不是你活的，是你被安排的。從你還沒出生開始，你就被一個命運系統接管了。你選的學校、職業、信仰，其實都是劇本裏寫好的段落。除非你覺醒，不然你根本沒寫過自己的人生。第一幕，你的人生也許從來沒開始過。你努力生活，拼命選擇，追目標，但有沒有想過這些真的是你選的嗎？也許從你還在媽媽肚子裏那一刻，這場人生執行任務就已經開始了。第二幕，你還沒出生，指令就開始跑了。胎教音樂、營養補品、早教課程，不是你喜歡古典樂，是大人怕你輸在起跑線。你還沒睜開眼，就收到一條焦慮系統的訊息：你要優秀，才配活得好看。第三幕，你不會講話，但系統會講話。你一哭，就被說乖孩子不能哭。你塗鴉畫畫，就被搶走不說話，這沒用。你第一次走進幼兒園，根本搞不懂世界怎麼運作，卻已經開始被測試、評分、貼標籤。你還沒長出牙齒，就被剪掉了野性。第四幕，你開始上學，學的只有一件事，不是知識，是不要犯錯。作文只能寫我愛媽媽，歷史不能問誰決定真相，音樂不能太吵，美術不能太怪。你不是在學思考，是在學怎麼符合標準答案。第五幕，你長大了，但換了一座監獄。你畢業、上班、繳稅，你以為自由了，但其實只是換了一種制服，先做着別挑了。你房貸還沒繳完呢，趁年輕多拼一點啦。你開始焦慮，怕沒產值、沒價值、沒面子，但你不知道焦慮其實是命令還在跑。第六幕，你中年了，只剩下執行力。你不敢辭職，壓抑情緒，放棄夢想，不是因為你成熟，是因為你再也沒權利改劇本。你教孩子努力念書，但你知道他只是在重播你的人生副本。你不再是個人，你是段還在跑的任務碼。第七幕，信仰是最後一道命令碼的防火牆。你快撐不住了，焦慮、失眠，生活快爆炸。有人說，找個信仰吧，撐住。你以為那是力量，其實那可能是最後的鎖鏈。一切自有安排，忍耐才是美德，放下才有福氣。這些話不是讓你覺醒，是讓你不要質疑，不要重寫。信仰可以是火，也可以是爐。你信的不是內容，而是那把鑰匙。你能不能走出來，再寫新的故事？第八幕，你死了，命令還沒停，家人燒給你指責 iPhone、別墅、金條，說下面也要用。你真的自由了嗎？不，你還在為 GDP 發電，連死亡都被系統收割。如果你從沒寫過自己的劇本，那你真的活過嗎？你這一生，從胎教營養、升學壓力、房貸焦慮、信仰安慰，通通都不是你寫的。你只是完美執行了別人的計劃。現在是時候重寫了。如果你感覺到卡住、焦慮、空虛，那代表你快到門口了。不是裸辭就自由，不是旅遊就覺醒，是奪回筆。自己寫人生劇本，是設計新的命運系統。從指令接收者變成設計者，不然你不是在生活，你是在被生活。下一步 Call to Action 引導 CTA 可任選出現，看更多3名早已影片設計你的命運系統。閱讀焦慮創造者商標符號，他們如何寫了你的人生劇本？加入我們 Recording 社群，覺醒設計者共創劇本。